晡前9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19，带起大家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际上的大代志。这是黎巴嫩发生连环爆炸，昨昏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成员的 BB 库，才发生集体爆炸，造成12个人死亡，要3000人受伤。伫拄则上新的消息，即马传出连因的对讲机嘛伫黎巴嫩国内真侪所在同一个时间爆炸，目前尚无有造成20个人死亡，也佫有450个人受伤。伫黎巴嫩南部一位真主党成员的告别式突然间发生爆炸，甲前一天 BB 库最近爆炸的情形同款，不过这边换做是对讲机，也是同一个时间伫南部真侪所在爆炸。看这栋建筑物爆炸威力真大。伫咧一间大病院的停车场发现一寡无爆炸的装置，所靠其他的所在引爆。这也是真主党甲以色列最近1年来的战争，黎巴嫩死亡人数上最一天，情势愈来愈紧张。 This time apparently targeting walkie-talkies belonging to members of Hezbollah across Lebanon. The explosions were first held at funerals for members of the powerful group who died Tuesday after hundreds of pagers exploded. The incident also comes a day before Hezbollah leader Hassan Nasrallah is scheduled to speak about the last wave of explosion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boil. 英国 BBC 引用消息人士的讲法，以色列军队一个师已经自加沙移防到北部甲黎巴嫩相接的范围地区。以色列国防部讲，会将加沙战争的重心所来对付真主党。 אני מעריך שאנחנו בפתיחה של תקופה חדשה. 对讲机爆炸迄当阵，黎巴嫩抑阁真混乱、真愤怒。前一天的 BB 库爆炸事件，死亡人数增加，死者抑阁包括囡仔。美国表示，连续2天通信装置爆炸的案件，美国拢无干涉，警告唔通互中东的局势阁升悬。 We still don't want to see an escalation of any kind. We don't believe that the way to solve where we're at in this crisis is by additional military operations. 消息来源讲 ，BB 库爆炸案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锁定真主党的行动，因为以色列官员是无对爆炸事件做评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因若即马有外国媒体是报讲，黎巴嫩爆炸 BB 库是对台湾金阿波罗这间公司来的。也毋过，公司的董事长柯成功又出面解说讲，出代志的这个机型是伫匈牙利配合厂商 BAC 这间公司去设计做的生产的，和咱台湾的金阿波罗无关系。因只是授权予 BAC 这间公司去生产尔。目前咱的检方已经主动分案调查。也若匈牙利 BAC 执行长冒向外国媒体背回讲。 因无参与制作，因家己敢若是中人尔。黎巴嫩用的是哪一款？没有在我这里，它不是我的产品，所以没有在我的这个内容里面。介绍产品，金阿波罗公司董事长柯成功严正澄清，黎巴嫩 BB 库大规模爆炸事件出代志机型 AR-94型号，绝对毋是家己公司生产，只是大牌挂名。 透早伫新北市的金阿波罗公司总部到警方来调查，过经外国媒体也来了解。柯成功讲，出代志代理商伫台湾有办事处，去甲伊透早就打电话去骂人，佮表示家己也是受害者，无排除看海提告。制造是他，设计是他，他只是跟我买一个 logo， 就是这样子而已。你说的是布达佩斯这个公司吗？是。 台北士林地检署已经主动分案调查，金阿波罗公司10月2摆对外发声明，都要透露合作厂商 BAC 公司伫布达佩斯也澄清这机型呼叫器的设计和生产，拢甲金阿波罗无关系。目前有跟 BAC 联络上吗？不是 BAC 有找你们吗？警方现在还在持续调查中吗？对，我们还在调查中。对。 面对提问，记者无继续回应，但表示警方在进行调查。司法市长侯友宜就表示，已经指示相关局处去了解过程。我们其实在第一个时间，会请我们市府的相关单位，警察局啊、经发局啊，我们会跨局处联合去了解这整个过程。了解完以后，再跟各位来做一个详细说明。
新北市经济发展局表示，跟阿波罗公司是合作工厂产品与通信传播设备、导航、钟表等，目前查无违规记录。根据经济部调查，2022年到2024年8月，这公司出口16万套呼叫器，今年1到8月出口4,929套，最后出口对象是欧美国家，无直接出口到黎巴嫩的记录，后续会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BB 扣对即卖的少年家来讲，已经会当讲是古董啊。也毋过对中年人来讲是无遐青分。也伫手机啊，也无遐普遍的时，真侪人拢在使用 BB 扣。咱台湾伫1999年的时，台湾 BB 扣的用户就有432万人。也毋过科技的进步，到2011年的时，咱台湾的电信业者就拢已经停止 BB 扣的服务。BB 声响起，机身的顶显示 BB 扣，屏幕显示数字，是电话号码，也可能是团情代码。跟朋友聊天呢，就用数字聊天。谈恋爱的时候用最多，对啊，因为可以传520啊什么那些，就是以前就是用这种方式。伫还未有手机的年代，用接收简单文字信息功能的 BB 扣，是比较456年级生的通信工具。1990年的时阵，台湾用户432万，医师也配 BB 扣。不过手机愈来愈普遍，而且手机对部分巨型心脏接入器的干扰不明显，加上无法度辨别重要性，渐渐被淘汰。第一个护理站回电话只是病人睡不着，但是第二个护理站回电话是病人血压掉了，有意识不清，这就没有在 BB 扣方式在上面能呈现啦，所以 BB 扣变成用途在值班的时候就有点不是那么好用。苏旭峰讲，医师应该是台湾最后一个使用 BB 扣的族群，就在2011年12月31，中华电信停止呼叫器业务服务，就算手头有科技也无法度用。另外，美食家的出产呼叫器用的频率甲技术，拢甲 BB 扣无甲它共款。BB 扣来讲，通常就是它会有一个服务的中心，那由电信当地的那个政府机构去审核，说它可以去做这样讯息的发送，要不然会干扰到别人。虽然说跟餐饮业看到那个呼叫器类似，但是技术是不太一样。目前全球部分国家的病院甲工厂依然在用 BB 扣。外电报道，日本京都自2019年开始，也将 BB 扣用在吉南救助。不过学者认为，那只是单向的信息发布，即有真侪技术用取代，而且就算单向接收，有成本优势。前提是台湾有电信业者愿意重新提供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台东的金峰乡兵务部落发生重大食物中毒的事件。这是一个80多岁阿嬷摕参落的阿伯粉糊，族人同齐食煞了后，侪人是出现抽筋、吐、无喘气、无心跳的症头，计共有10个人送上病院，有3个人死亡。台东县的卫生局即马已经介入调查，小数嘛当地化验才实在，要来了解死亡的原因。一人检验报告按算1礼拜内会出来。台东县金峰乡兵务部落发现，可能是集体食物中毒。中秋节下昼，有一位老婚人摕另外一位昨年送互伊的田梨做食材，用挥动香加台啊，做做10条传统的阿摆，要分予亲戚朋友，伊家己先食。验过到暗时身体就无爽快，送病院了不幸死亡。有20岁亲友赖九玲，要食这款村的阿摆。到18透早，有11个人一直吐，赶紧送病院。留下来的12点多，他们又把那个阿伟9个阿伟拿出来，反正有吃的都有出状况了。像农药中毒的这个征兆呢？不排除，因为他身上会有他们身上都有一些味道，但是不确定有没有，我没有帮他送一个农药化验的那个检验酶去化验。卫生局去部落采集检体，让食药署化验。食药署甲动物专家也到台东了解情形。食药署研究检验组伫收到血动后、田梨加食剩的食物3项检体，开始进行调查，并且对外公布相片。检验报告估计1礼拜内会出来。现在初步是知道是患者大概都是吃到这个阿拜之后，大概1-2个小时就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卫生局讲，这件中毒事件有12个人送病院，包括老妇人总共3个人死亡，8个人还佫伫咧监护病房观察，1个人已经出院。
是由数目前锁定田里、惠东、曼陀罗甲龙桥残留的问题。警方已经传唤为田里的族人来说明，信劳请回。记者综合报道。在关心中秋，真侪人团圆航吧。咱国内即马走北的疫情是继续咧压悬，顶礼拜就有14万人去因为走北去医生看。因若最近4礼拜走北嘅群组感染通报就上百件，这嘛是5年来降低的新高。即马疾管署是表示，疫情的高峰期可能会伫中秋过后的2礼拜。另外，长仔病毒的疫情这部分，即马因为开学啊，长仔病毒的疫情嘛造成校园有192班停课。疾管署是又讲，上无爱阁1个月才当脱离流行期。病院急诊室客满病人，其中有不少是因为参加中秋节航拍活动，才排腹肚、吐过了。医师表示，最近因为急性胃肠炎来看病患者比平常增加大约2成。肠胃炎的患者来到急诊室，我们依照病人脱水状况跟人虚弱的程度，跟其他的伴随症状跟其他的共病，去决定是不是要帮他抽血检查。考以为说OK 的，结果某一部分他不熟。那就是因为吃到那一部分，回去就肠胃就不行。疾管署监测发现，顶礼拜全台有13.7万外人次因为老挂门急诊就医比前1礼拜提升3.3%。最近4礼拜，老的群组通报有106件，是5年降低新高。发生场所以餐饮旅宿业上侪，其中检出落病毒大约占半数。疾管署警告，中秋节过了后2礼拜是老的疫情的高峰，有90岁车会达到高点。1礼拜去看病，就上看15万人次。预估可能高峰会落在10月初，然后上看每周15万人次，所以目前到这个10月初这段期间，还是请大家特别要注意饮食的卫生跟饭前跟如厕后洗手的一个习惯。除了老，长仔病毒疫情也继续升悬。顶礼拜全台因为长仔病毒就医就达到14万外人次。开学了后，校园单1礼拜停课都有192班。疾管署预估，要到10月中下旬，才会脱离长仔病毒流行期，而且南北状况真无同。南部疫情高峰会继续较久，建议家长甲学童爱保持定洗手的卫生习惯。记者综合报道。当再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今年第14号的风台波多松，今仔日会快速通过东海，向中国浙江去。虽讲离咱台湾是真远，未直接影响台湾，也毋过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仔日伫北部、东北部也共马祖拢会落雨。咱来看分图。今仔日伫北部、东北部拢会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尤其是马祖，因为离风台较近、较晚，所以无排除会出现较大阵的雨。其他所在伫顶部天气拢算是稳定的，只是伫讲过头了后，偶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伫中南部可能有局部大雨。暗时开始就转吹偏南风，所以北部的雨水会较停，就会往南部、东南部开始转做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的天气。今仔日全台湾的高温大约是伫32度至34度，若是无落雨的时，嘛是感觉较翕较热。今日来高雄大树的具体桥湿地公园是保育类菱角鸟的生态地。7月底开辟风台扫过了后，菱角鸟的数量即马只剩一半，一寡幼鸟啊拢拍无去。水利局已经赶紧来整理啊。另外，伫嘉义的梅山，中秋的前后有飞来上万只的白灵狮。因伫空中阁会变换队形，所以真侪民众去看。专家是提醒讲，去看去翕相是会使，也毋过千万毋通使用空翕机。先照带鸟仔囝伫铺叶顶悬找物件食，可爱的画面，短时间内刷真歹去看到。高雄大树具体桥淡地公园经过长期的营造，变做保育类菱角鸟的栖地。但野鸟学会观察发现，7月底开辟风台过了后，目前生鸟族群大剩一半，大约7、8只，鸟仔囝嘛拢无看到啊。高屏溪水位暴涨，蔓延旧铁桥湿地公园，腐叶植物被冲走。同时，大量淤土覆盖，是要重新再清淤处理。
原来也有2个受到影响比较少，所以这2个如果种植浮叶植物顺利的话，它一个生长季就可以恢复。召回评估初地复原爱大约3个月，能到照数量恢复，爱看后续拓展还是迁移的状况。这里讲嘛，投入基区精灵园区并中新镇铺业地bud能到照初地搁伫等复原，但每当8月到10月成群难迁的黄头白灵溪有好消息，这几天伫嘉义梅山迎来数量大爆发。有一个山谷，它会盘旋，然后就有点像是空拍机的那种效果。上清这黄头白灵溪伫空中换队形，场面壮观。专家表示，每当农历白露过了后，梅山太兴就会出现上万只黄头白灵溪过境。福山水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上游哦，那这边有刚好一个凤凰蟹啊，所以有几万只的黄头鹿经过，我们就称为万鹿朝凤。看到黄头白灵溪伫山内底飞，互民众真欢喜。虽然画面美丽，专家嘛爱提醒来看鸟仔的民众，唔通使用空中摄影机，以免搅扰鸟仔的飞行。记者高雄嘉义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上新的统计，今年第2季房屋税值的资料内底，咱国内平均厝龄是33年。22个县市内底只有4个县市平均的厝龄无到30年，也伫6都内底只剩桃园平均的厝龄无到30年。安尼就是讲，有超过8成的县市厝龄拢真悬啊，厝拢用起超过30年啊。来看中国时报，中营集团创办人张英发过身了后，伊的遗族指定要甲伊的140亿的遗产全部留予伊的第4后生张国伟。这是引起大房生的第3后生张国正不满，提起遗族无效的官司。法院即马已经判这个遗族是有效的专案确定，所以张国伟会当摕到超过100亿的遗产。张国伟昨昏嘛委托律师团去告伊的阿兄甲4个遗族执行人涉嫌背信。来看联合报，中国财政部有公告讲，宣布对这个月25开始，要停止咱台湾的果子、菜色、水产品，计共有34项的农产品免扣关税这项政策。陆委会是表达遗憾，强调中国安尼施做会伤害两岸农渔民的权利的利益，卖造成咱台湾农渔民和台湾人的反感，这是对两岸关系发展并无帮助。因那3个月前，中国有一个查甫人对中国偷渡来台湾，对咱的淡水河入境。昨昏这个案件一审，伊被判8个月有期徒刑。伊家己是捌讲过，伊是中国解放军海军掺水人的舰长，而且伊阁有为中国军事证书伫法庭顶悬交予法官，希望法官交予国安局。近摆面对镜头拢无咧惊，对家己的偷渡行为笑讲袂后悔。中国一个男性黄宏勇今年6月初伫遮从日来淡水河入境，这案经过法院的审理，短短1个月外，18依照列出国甲移民法一审判8个月，专案会当上诉。所谓呢，应予以非难。那但是呢，念及被告犯后始终坦诚犯行的态度等一切情状，那合议庭判处被告以及徒刑8个月。一审判有罪，合议庭认为讲黄宏勇对咱国的海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偷渡的相关罪行严重损害着国安。不过伊自头到尾认罪，也主动自首得到减刑。若是讲敢要甲伊赶出境，这个决定权伫行政机关顶头。被告是否有台湾地区以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强制出定之适用？那这一部分呢，是属于行政机关这边的裁量权，非本院所应予审究。伊辩诉回应讲，按照过去的案件，官司确定进程无期后就收容，判决确定了后，关系到敢要服刑，若无就是依法归遣返。不过，黄宏勇捌自称讲是中国解放军前海军的舰长，搁亲手为福建沿海军事部署的情报，当庭请求转交国安局。身份甲情报敢是真的，敢有调查？国安局是无加评论。黄宏勇偷渡过来了后，无3个月，就伫顶礼拜对方又搁有人对新北市南口想要选入来台湾，尤其最近这2件，毋那离岸边真近，搁有人客换成功。也不排除了哈，中共的军方似乎是在做对于台湾的海防，尤其是淡水这个部分，在做不断的在测试。后面这些特工人员都放置在那个中共的潜舰里面。到今年9月15，官方查到偷渡已经有5件5人，不过海防一直出现空碰，是要安怎强化甲防中国？
学者表示，必须爱详细查背后来台湾的动机，按照个案来探究安怎顺利接近岸边。过程当中，敢有人接应，中共敢有斗骹手，建议强化科技设备来补足人力不足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咱5年了后，中国是搁一届开放福建人会当来咱金门旅游。伫昨早由厦门旅游协会组团先来金门3天探鹿草。金门县政府即嘛表示，头一团已经提出申请啊，准讲审查会当顺利，上紧日就当来佚佗。码头由欢迎的布条啊，等待火船瓦港。中国厦门旅游协会组成采线团，18早起经过小三通来到金门水头，展开3天2夜考察。金门县副县长李文良甲县长安文典也到场欢迎。厦门基本上再这样串门吧，啊，结果厦门没有门了。热情的小出门代表两华旅游破冰李文良透露，中国和金门首发团已经提出申请，有计上建立的成型。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希望这一个审查的这个程序能够尽快的完成，那我们可以来迎接首发团的到来。两华小三通2020年2月因为疫情中断，虽然2023年1月已经复航，却因为中国无解禁，无看到中国旅行团。经过3国协力，即马有进展啊。北京邀请我们金门县议会由我们议长带团到北京去做交流沟通，希望能够在10月1号之前真正的开放。两华官讲，因为政治因素限制强局，虽然中国连续开放福建居民去马祖甲金门旅游，学者认为，那这开放离岛恐惊实际帮助不大。陆客如果可以到金门跟马祖，我觉得1个月要超过10万都不太容易，因为他只有到金门而已嘛，过半的人都会是一直游，那会留下来过个1天的人，大概不到半数了。虽然效益有限，学者认为开放去金门依然是两华恢复正常旅游的一大进程。官府强调，金门观光量能已经准备充足，期待透过开放，和金厦小三通重回疫情进程的愿景。记者综合报道。另外，针对中国错误解释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影响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权利，最近澳洲、荷兰都有替咱台湾出声，强调第2758号决议无牵涉台湾的主权。昨昏民进党的立委嘛调开记者会，呼吁朝野嘛爱团结，做伙为台湾发声。民进党立委拜三针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签署议会提案书。希望国民党甲民众党会当支持，斗阵拒绝中国错误解释联合国2758号决议。民进党立委希望朝野团结，共同提出诉求，表达台湾有权利参加国际组织。透过这样的一个联署，让国际社会知道，台湾并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台湾应该有权利可以加入各种世界的组织。就在荷兰的国会通过了有关于2758号决议文被扭曲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在野的2个政党他们的回应。我很遗憾的是，国民党团居然开记者会，认为这会引发台海更激烈的冲突。2003年的 SARS 加2019年的新冠疫情，台湾拢因为一个中国患者无法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严重危害台湾人民的权利。在最近联合国开大会期间，国际上有真侪国家开始替台湾出声。澳洲参议院伫8月就表示，2758号决议无牵涉到台湾。荷兰国会也伫9月12日通过临时动议支持台湾。Het is tijd om te zorgen dat wij uitspreken met zoveel mogelijk democratische landen dat we dat isolement niet willen en dat we de deur weer open willen zetten naar deelname van Taiwan in die internationale organisaties. 伫咧国际上有愈来愈侪国家认为2758号决议的内容并无限制中华民国甲台湾袂使去参加国际会议。地处外交部回应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甲中国无互相的关系。咱去参加国际组织是正当的权利，中国无权利阻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联准会18宣布要降利息降2码，这是2020年以来头一摆降利息。联准会对控制通货膨胀、控制伫2%将有信心，而且嘛已经预告讲年底进前会搁再降2码。学者即马分析讲，降利息会当减少对房市的冲击。
美国联准会4年来第一遍宣布调降利息，一遍就降2码。将基准利率走廊调做4.75%到5%，这是联准会自2020年3月以来，让4年过了第一遍降息，要来阻止劳动力市场放慢。Our patient approach over the past year has paid dividends. Inflation is now much closer to our objective, and we have gained greater confidence that inflation is moving sustainably toward 2%. As inflation has declined and the labor market has cooled, the upside risks to inflation have diminished.And the downside risks to employment have increased. 除了新冠疫情期间的紧急降息以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前一遍降息2码，已经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阵。FOMC 伫会后发声明讲，现实就业加通膨目标的风险大致上是平行，也预估今年底会搁再降息2码，2025年年底会搁降4码。学者讲利率伫咧悬位伤久啊，并且对提升利息是毋是能控制通膨正怀疑。The turn from high rates to now a trend of cutting rates is going to start to undo some of the collateral damage that the high rates have caused. And probably the most obvious place where that damage has been felt is in the housing market. 联准会这边降息的幅度是比分析师之前有一个也更加大。你看财经媒体 CNBC 讲，联准会积极启动降息的周期来稳定经济。联准会主席鲍威尔也承认，降息是强国有力的方法，不过并不是对经济有偌担心。公司新闻李伟林、蒋建光编辑。镜头来泰国新的总理，也就是前总理戴克辛的查某囝裴东丹，伊上任了后17日时是由内阁会议通过新的变经济方案，内底嘛有针对有社会福利卡的民众和身心障碍者，即弱势民众，大概1456万人，讲一个人会当分1万块的泰铢来开始，新台票9600。伫前总理赛塔互法院判定解除职务了后，泰国国会杀出38岁裴东丹出任总理，延续戴克辛家族的政治香火。伊上任了后第一项重大政策，就是发现金补贴的方式来促进民间消费，佮有振兴经济。裴东丹原底想法是针对约7000万的泰国公民当中的5000万人来发补贴，而且是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来发。不过，伫内阁讨论了后做调整，除了一部分改做直接发现金，适用的范围也变细。รัฐมนตรีได้อนุมัติตาม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เสนอโครงการกระตุ้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ปี 2567 ผ่านผู้มีบัตรสวัสดิการแห่งรัฐและคนพิการ โดยจ่ายเงินให้แก่กลุ่มเป้าหมายคือผู้มีบัตรสวัสดิการแห่งรัฐจำนวนไม่เกิน 12.41 ล้านรายและคนพิการจำนวนไม่เกิน 2.15 ล้านรายเป็นจำนวน 10,000 บาทต่อคนจะเริ่มทยอยจ่ายเงินตั้งแต่วันที่ 25 กันยายน พ.ศ. 2567 เป็นต้นไป泰国的经济成长率伫2023年交出1.9%的成绩，伫东南亚国家算是排较后壁。实际上，伫2023年的大选当中，裴东丹因的为泰党就以振兴经济做竞选的主张。จากตัวเลขที่หามาเนี่ยกลุ่มเปราะบางกลุ่มแรกเนี่ยค่ะในเงิน 10,000 บาทที่ได้รับไปก็จะมีการใช้จ่ายนะคะค่อนข้างเป็น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ที่สูงมาก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เชื่อได้เลยว่าเป็นการกระตุ้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น่นอนในเฟสแรกค่ะ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发现金补贴的政策一开始就受到财经学者的质疑，其中佫包含捌做过泰国中央银行总裁的专家，认为这一定会造成政府开销膨胀的失控。裴东丹对此表示，除了缩减发放的范围，锁定弱势族群之外，政府也会监管财政纪律。公司新闻齐嘉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根据中国海警局通报讲，中国有2只海警船目前当伫洛西亚附近的海域和洛西亚在进行联合演习。两国的海警船舰搁要去北太平洋的公海，要展开联合巡逻。来关心印尼西爪哇万隆昨早9点41分发生规模4.1的地震，地震的深度是10公里，已经知影造成20个人受伤，也有一寡厝受损害。当地高铁有取消列车的车帮，在检查铁轨路敢有受影响，也若目前是拢已经恢复通车。
来看日本小林制药的红壳保健食品，年测时标出有人食煞了后，腰子害气，影响健康。伫9月19日时，已经造成120个人死亡啊，也佫有上百人住院。昨昏日本厚生劳动省有发布调查结果，确实凶手就是红壳内底的软膜清理霜。镜头转来讲来关心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牵涉金华城案，洪基亚即马洪基亚受到禁见。昨昏北检是第3届提审，另外北检嘛以证人的身份集团将都市计划委员黄大生甲都委会的专案小组成员房正玲，佮以被告的身份集团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媲的助理陈嘉敏，要来厘清用这律审议的过程。也若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述背时指控郭市府2021年10月先发予金华城建造，也毋到11月才去签协定。台北市都发会即嘛解释讲，是因的时间写毋着去。双手靠在面无表情，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对警备车行落来，牵连到金华城案，互羁押禁见，10月予北检3度提审，针对最近证词有无共的部分，继续小比对。今天有针对政治献金的问题来问吗？证实了后，郭文哲委任律师面对外界关心案件进度无计讲话，检连继续追查金华城案，也公布以证人的身份2度传唤前都市计划委员黄大生，说明审议的过程。黄大生诉当时徛伫反对的立场，指金华城无适用都经条例，经过2点钟的听审，悄悄离开。那请问当初为什么会持反对意见？我们不能谈 ，OK。同款予传唤到案的，还有都委会专案小组成员房正民，因为针对金华城诉当时争取用职奖励，房正民就捌这议会无相关的法官依据。当时候决议的过程是发生什么事情？是有持反对意见吗？在追查都委会审议甲决策的过程，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媲的助理陈嘉敏列作被告，进前是200万交保，10月搁再予北检传唤，金华城案继续烧。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也通讲，郭市府先核发金华城的建造，才签协议书，这是先上车才补票。台北市政府跟金华城签订的这个合约呢，居然是在2022年的11月6号，但他的建筑执照居然在10月18号就拿到，为什么可以先上车后补票，然后先射箭再画靶？针对议员这支郭市府2021年10月18先发予金华城建造，11月7日签订协议书，台北市府都发局回馈讲时间有唔对，10月7日就签协议书，不过这款的讲法民代无信道。到底是金华城有预先的这个神机妙算，还是金华城跟市府那个时候已经有默契，容易一定到得了手？你先帮我这个发建造呢？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奇怪、不合常理的事哦。民众党是回应讲，无法度针对台北市府讲唔对的内容来回应，也指控议员黑白讲，必须爱谴责。游淑慧是发声讲，都发叫爱老实，莫个为金华城来钱。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国民党新北市议员白培如爆出牵涉贪污的弊案，昨昏互约谈，检调嘛去伊的服务处去敲。检察官透明讯问了后，伫昨昏半暝11点半左右，伊是以60万交保。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吗？要说明一下吗？会不会觉得对不起选民啊？树林地检署分几条路线去白培如的服务处去敲，讯问包括伊在内有11个被告，也共有2个证人到案说明。伊是互指控讲对民国98年到民国113年，伫15年期间涉嫌利用人头向新北市议会诈领公费的助理的薪水。伊捌连续5届5连霸市议员，伊的选区是伫汐止、金山和万里。伊即届是以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互移送法办。另外，镜头来分林斗六的北德生命园区附近的滨高道，昨昏要晚7点的时发生火车和奥多麦相撞的事故，有一个大约50岁的骑奥多麦的查甫人当场死亡。本局相关救灾单位到达现场以后，在火车的车头发现有一部机车，那后续在南向的40公尺的一个平交道旁边有发现伤者1名，头颅破裂，明显死亡，年约50岁。
这站车祸是发生在昨暗暝7点的时，台铁路南的区间车2213处列车驶经过平交道的时，去弄到一个违规弄平交道骑奥多麦的查甫人，台铁是赶紧紧急通报，赶紧处理。也若区间车顶头有上百旅客，台铁赶紧派另外一架区间车去接人。消防局尾也是伫边仔的水沟仔发现这个50岁骑奥多麦的查甫人已经明显死亡。所以来关心高雄的轻铁通车以来，沿线59个路口接发生事故，发生车祸。即马捷运局和轻铁铁基路和一个一般的车路相接的所在，已经设黄线区，要提醒民众袂使伫遮临时停车，遮嘛袂使行。车顶也袂倒，脚踏车直接经过，除了中央灯，服务处伫轻铁站附近的民宅更加常常发现乘客因为走唔得，违规行伫黄色路面。那个轻轨站的部分会特别的明显，就是民众可能到了顺向的车站之后，他发现他想要搭乘的轻轨是要到逆行的那个站，所以他就会从中间的这个黄色区块直接进行穿越，那其实是非常的危险哦。民代讲，这种状况一天看过6届，尤其轻铁升移了后，使用者大增。今年9月运量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增加9成以上，更加需要注意轨道防撞入面的状况。每一个路口的黄线区皆设立轻轨专用禁止进入的牌面。那中秋假期，检举持续检视各个路面的黄色铺面的状况。今年到8月底，高雄市发生过10几件轻铁伫路口放弄地的情形。捷运局伫轻铁还有一般路口的交接为地面范围画上黄色的警示区域，提醒民众甲驾驶在时前往着树德加上站观察，真侪人拢反映会提高警觉。黄色不是就是不可以靠近，不是吗？所以你觉得还蛮容易辨别？可以的，这样怎么没办法辨别？因为它已经盖了。你家再加一个栅栏，可能也不对嘛，对市容也不好看。有人认为违规者大部分拢是为着要较紧的，毋是毋知影违规。市府嘛伫中秋节专门来检修着黄色路面，虽然有一寡部分阿早，但是也是非常的清楚。未来会持续来精细着科技执法，也是何时来指示，来宣导用路人就爱遵守。记者王刘婷丹很困个报道。也伫高雄捷运的双泰园区站，最近有出现机器人伫月台也高旧车站咧巡逻。日时的时呢，这机器人会当提供导览；暗时的时会当巡车站内底设备。高雄捷运是表示，目前这机器人正在验收和测试，打算后个月会当开始提供服务。请问高雄捷运有多少站？银幕内底穿捷运制服的耳机人物，听到问题随着甲你应，所以来伊就正做巡查机器人，伫咧车站来来回回顺头看尾，伫咧检查设备。这个甲真人平悬的机器人，最近出现伫咧高雄捷运成泰园区站后壁，佮对一位工程师伫咧车站甲柜台巡逻，大家拢对伊不加好奇。对老人家会比较方便，因为老人家可能有时候站铁人员比较忙的话，他还可以就是下来直接点那个机器，会比较方便。白天提供旅客一些相关站内还有周边商圈景点的一些服务询答的内容。夜间如果没有站务人的情况下呢，他会做车站里面的巡检，看有没有月台门的裂缝。那川塘这边也是会看有没有人员逗留。高雄捷运公司表示，目前正伫咧成泰园区站做机器人的测试，主要因为这个车站四周围的景点甲上宽比较较济，伫咧服务台常常有旅客为着要问交通的问题，专排队排甲长落落。即马有2个机器人会伫车站甲柜台爬走，提供票务甲观光资讯的服务。另外，伫咧机器人的身上有到8个光线感应器，嘛会当到巡看车站的设备敢有升灯，也比较亲切啦。比较刚开始的话会比较试试看，新鲜感比较好。目前包括高雄捷运、松山机场、桃园机场，还有松山文创园区，拢有同款的机器人。10月初1就会开始替旅客来服务。高雄捷运公司表示，后续会阁替机器人办号名的活动，希望大家斗阵吉塔卡，替伊号一个好听、高好记的名。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
这两天呢，有真侪学校因伫 Google 地图顶悬的名是互乌白乱改，这是因为讲要伫系统顶悬改名是无困难，而且嘛毋免啥物限制。北部着学校是一直互乌白改，因即马讲要拍算提出告诉。高雄赶快嘛有即款情形，律师就提醒讲，网友毋通遮热遮战，因为即款行为有牵涉，有可能牵涉规则文书妨害名誉，有可能爱食罪。所幸高雄七里林园高中 Google 地图上名称封改做是七里林园高级港业，南马溪的高雄高中是封改做黄国昌高中，连国小也封改名做动物园，互学校真困扰，因为网页开放，任何人拢会当修改。有网友自北到南，乌白母各间学校校名。这你要被看到就是很不一样，对学校对的形象大打折扣啊，所以我们已经通知了啦，只要看到随时可以更新这样啦。在后续的这个教育上面，我们也一定会在针对现场师生的这个教育，在资讯安全或者是在这个名称的使用上面避免触法这个部分，我会再做进一步加强。偷改校名行为为17开始，高雄市教育局表示已经将案，也提醒各校注意，佮主动通知 Google 地图团队将校名更改锁定。到10月下晝4點之前，高雄市方偷改的學校攏已經更正。新北市有學校更加是報辦一定方改名發聲明，講要提告。偶爾改是蠻有趣的。對。會擔心有觸法嗎？會，對啊，這個感覺已經觸法。我可能要找這些學校在哪，我找不到這個學校，變成一個監獄，那我會覺得蠻 confused 的。創治烏白母改學校名稱，網友多數無認同，也煩惱可能傳達錯誤信息。律師也指出細緻處罰。它可能構成刑法210條的偽造文書，或者309、310條的妨礙名譽罪，或者是358條的無故侵入電腦罪。網絡上留言也是改名，攏可能順 IP 回溯追查。律師也提醒網友唔通一時愛耍地咧做，涉犯妨害名譽、偽造文書等罪嫌，顛倒互家己惹出代志。記者綜合報道。苗栗嘅警方伫這個月13巡邏嘅時，有迄2個查甫人徛奧多擺小載，無戴安全帽啊，互警方抓落來。因若坐佇後壁嘅查甫人趕緊跳車離開，警方甲掠着了後，確定伊是落跑嘅外籍移工。另外，之前嘛傳出有一個泰國嘅移工，家己報警察，叫警察來甲掠，希望用這款方式互遣送轉去泰國。原警甲一台電動機車受險身，發現一條後邊查甫人無戴安全帽啊，馬上向前반殺。看到原警隊嘅一條後邊查甫人趕緊跳車，頭前騎車嘅查甫人已經逃走。看這外籍嘅查甫人無願意就範，警方提出花球水將伊壓在個塗骹。外籍嘅查甫人才承認家己是外籍逃走嘅移工。查獲一名台外勞。那人已經上銬控制了，那個台灣佬也坦承他是逃逸的。在這個月7號，警方也接到報案，在這超商有一個泰籍4年女移工，伊也是報案的人。下報案掠家己，伊講是因為無錢買機票，想要被掠遣返。因沒有錢買機票回國，在超商內徘徊，最後想出報警抓自己的方式，希望警方將他逮捕，遣返回國。根據移民署的統計，到今年7月，國內4年移工人數上濟是越南籍有55000多人，印尼籍有27000多人，隨其是菲律賓籍、泰國籍甲馬來西亞籍，總共人數是87576人，人數佫創新高。移工團體表示，確實有移工用安尼方式達到回國的目的。其實他錢都寄回去了，那可能就是透過跟警察這邊來自首，或者是被逮捕的方式。那接下來呢，他可能就也不付罰款，然後也說我沒有錢，身上沒有機票費，所以可能就由這個警方這邊要來幫他想辦法。是瑞士表示，在移工達到回母國的目的了後，就算相關單位了後想要追究罰款甲機票，也無法度續轉來。安尼情形真濟，而且常常互4年移工軟空芳，主要原因也是因為台灣的欠工條。記者綜合報道。甲文學作品改編做戲劇是一種趨勢，親像今年入圍獎濟項金鐘獎的《百草門的辯護人》，也個鹽水大飯店，攏是生活文學作品，才變做大家喜歡看的戲劇。文化部和台灣文學館最近就有推出展覽，呈現最近這10檔來咱台灣受歡迎的改編作品。阿嬷，我會等甲你招你若無啊？
只有你可以帮他。我报国本有汪汪。电视剧《八尺门的辩护人》听现人权语言和移工等议题引起真侪讨论。另外，像《斯卡罗》剧情内底出现过的景点，嘛带动地方的观光。这些影视作品拢是对文学改编来的。文化部和台湾文学馆18推出文学改编影视作品，用展览呈现这10年来受欢迎的改编作品。我也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引发很多民众回过头来看到台湾的文学跟影视作品，重新想一想。我们台湾也是蛮有文化的，我们有文学，我们有电影，还有戏剧，那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台文馆指出，自1980年代台湾新电影运动开始带动第一摆的台湾文学改编潮流，到今仔来改编的文本对小说、散文扩展到网络文章、甲电脑游戏，甚至佮发展出无同领域的创作。是这个改编，它不再是一个单项，其实它是多项，甚至是双项。然后在这里面，其实它产生了一个交融，跟重新的一个创意跟改编，同时文学跟影视一起携手走向国际。其实80年代的新电影是第一次有大量的台湾文学被改编成电影，那非常贴近当时的生活。新的多媒体，像是返校，它是从游戏改编；像是沈志香用酒干妈讲是漫画改编。那更贴近大家的文本会是什么呢？它不断的在变化之中，但是不变的是怎么去说一个好故事。文化部表示，这个文学改编影视特点拍算自9月10日一直展出到明年2月2日。现场有改编过程，爱为了分镜图和道具服装等等。文化部希望邀请民众做伙来了解这10年来台湾电视剧的发展。记者卢尚如、谢桂林新北报道。另外，逐年拢会推出人权局的剧团海德演剧，即届因是用 AI 来做动画。最近因就推出网架的台语动画，讲深色的台湾故事，希望要互学校的老师也是母语家庭会当有较侪台语资源。剧团海德演剧逐年拢会推出人权议题的舞台剧，透过人权故事的改编，希望互民众了解白色恐怖的历史，嘛毋忘透过艺术了解政治受难者和家属9年来的创伤。另外，为着要甲其他多元的台湾故事讲互大家听，今年海德演剧创立新的 YouTube 频道“天外飞鸟”。我一个小小的丁狗，徛咧暗街道顶徛顶火，规年通治。虽然无啥物大功劳，不过我是真辛苦咧。因哦，连一句感谢都无，实在是互我心寒呐。天外飞鸟主角是花花甲斑斑两只鸟对太空中的花巴离鸟星飞来到拿青的海洋岛所发生的代志。目前已经出2集，在讲台湾过年沉岛的故事。创办人林志源表示，当中要做10集，会有侪无共款的内容。台湾有魔神仔嘛？魔神仔的故事是啥物？佫会讲咱即个日月潭的故事，也是讲咱迄个因果即个名地号名安怎来的吼？其实有足侪台湾有足侪故事会使讲的。林志源讲，因想要做自媒体已经想真久啊，因为有请到文化部台语资料化一寡帮助，剧团才通运用 AI 技术来做影片画面，配合台文和中文的字幕，希望互大人囡仔通做伙学台语。自媒体的物件吼，剧团是进前就已经有伫想讲要做，但是伫想讲要安怎做，来想讲其实若是用即种网架的物件，互囡仔看，主要是他互迄个家长陪囡仔做伙看，两个人其实因他做伙来学习即个台语。为着要推广台语，讲真侪深色嘅台湾故事，互民众了解。剧团讲，因将毋望天外飞鸟会当久长经营落去，嘛表示未来若总有机会，嘛打算甲即个网架改编做绘本。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国家推动双语政策，即马就有法律系的大学生去问已经在做律师的讲，第二种语言若是伫学校要学，应该学啥物语言较好？若律师是伫网络顶头铺文讲，伫咱台湾要做律师，伊是建议台语爱会晓台语，比会晓德语、日语更较重要。这是引起真侪网友嘅赞声，真侪网友嘛讲，袂晓台语就无法度和人沟通。伫台湾，台语有影是真重要。
有律师伫咧网络铺文章讲，建议即马要学法律的大学生，以后若想要伫咧台湾开业做律师，建议要赶紧会晓台语，讲好练长，因为台语是比任何外国语言拢更加重要。这篇答文引起真侪网友按赞闹花，有网友讲，假是大人讲话真正爱用台语讲，较会通。伫咧中南部，也有当事人要求法官爱讲台语，这边上班台语也真重要。中南部大部分的客户，你若是无讲台语，可能个案件较歹较恶接。咱台北这边吼，应该是讲100%大家拢会晓讲国语。问题有的客户，比如讲他2成，你甲伊讲台语，伊讲足顺的。啊，讲了，伊讲的你搁听有，所以伊就感觉讲，安尼我找这个律师就好。律师讲，有的是大人虽然听有华语，不过若要讲台语的律师，对是大人来讲较亲切，嘛较接袂着案。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目前要求爱有台语能力的工作课，以接电话的人上多，过来是行政总部加法务。看到排名第2的像是行政总务、法务类，然后行政总务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第一线的柜台，它会比较可能需要一些台语的能力呢。那我们关注到比较特别，像是法律师。他可能算是比较高薪的职务，但是他可能也会希望是说有台语的这个加分。根据人力银行的观察，台语的能力好，伫工课等于是加一种语言的优势。而且台湾伫咧马年，2005年会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以后每5个人内面就1个人是老大人，会晓听台语就赢人一步。若个会晓讲，对是大人来讲是更加亲切。有一寡公司即马伫咧面试的时阵，也会问讲，敢会晓讲台语？所以鼓励少年人爱学、爱接讲，用台语替家己加分。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咱镜头来日本。伫全世界真出名的电动业者，日本的任天堂，今年10月份的时，因要伫京都起一间博物馆，内底要展出因创立到达135年来真侪出名的产品。这几个人排一列，手内摕着一档发射镭射光的遥控器，标准大荧幕顶头的目标是开关射击。这是任天堂博物馆所安排体验设施之一。任天堂伫咧这2-3代人的印象内面，就是电源的代名词。これは任天堂が初めて作った家庭用のビデオゲーム機、テレビゲーム6と15です。ちょうど私が入社した1977年に発売されました。不过，若讲到任天堂这间100年老店的历史，是自一部電視加電腦晶片的時代就開始。創業は今から135年前の1889年です。はじめは花札やカルタの製造が主な事業でした。それ以来任天堂はさまざまな遊びを生む玩具を作るようになり、それらがゲーム&ウォッチやファミコンへとつながってきました。其实任天堂也个做过影印机、囡仔耍的枪，甚至是红耳仔车，也个各种踩伫咧桌顶耍的游戏。像这台真就是放垒球、发球机的机器，互耍的人甲出来房间甲客厅变做打击練習場。部屋の中にあるいろんなものにボールが当たるといろんなリアクションがあります。左右に打ち分けてみてください。任天堂伫咧明治维新的初期，由这卖京都市起家，并且伫附近地区设有制作工厂。其中这间伫咧京都府宇治市的这栋大楼，经过改造了，这卖将会开幕变做任天堂博物馆。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天气报你知，含乡亲，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27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尊敬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